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金华城的弊案，今仔日过来开庭，通判着当时台北市都委会委员蔡立瑞到场来作证。这检察官是针对着过去都委会会议甲金华城案的适法性提出着疑问，要证明这个金华城案是唯一的特例。啊，这个郭文体甲沈庆景的律师是一直提出着异议。认为有引传甲要求证人猜测的疑虑。另外，潘金生的太太跳楼死亡，都有网友把这个检察官的相片甲姓名打出来，写讲命债命偿，就是欠人命的债务，都要用性命来还。这已经卡到威胁恐吓，警方嘛开始来侦办。乘前拖落车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体，各方提审到法院开庭。做伙到位的要台北市议员应晓薇，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景是因为破病入院，甲法院请假。支持者继续加油，法庭攻防嘛伫继续针对证人蔡立瑞。检察官问讲，伊捌伫笔录中讲到金华城申请的用职爱依法有据，是毋是代表都委会认为金华城有适法性的顾虑？因为郭文体、沈庆景律师虽提出异议，检察官后来又讲问讲，敢有其他民间的案件采取甲金华城用这种的共款呢？沈庆景律师阁有意见，检方强调讲是要确认金华城敢是特例。审判长认为讲证人唔免回答。今年规定发生前台北市副市长潘金生的太太坠楼的消息，引起各界关心。有网友抛出检察官的相片，写命济命长。本协会坚定支持检察官依据证据、依据法律程序侦办案件，呼吁社会各界尊重司法程序。静待法院依法作出判决。针对恐吓威胁检察官的图文，警方已经开始调查破文的人的身份。北检嘛发出声明，严厉的谴责，强调这个案件是非曲直，应该由法院审判来决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